起来敬拜。现在请大家能够献上的热情，我们站立起来，用我们的双手或是我们的歌声一起来敬拜。如果觉得位置局限的，你可以站到中间来。我们用上献上我们的热情，我们在这里宣告赞美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耶稣了。无人能形容，有所指
我